看到为着要发歹厝主保障租厝的人，租厝的新制度为新历6月1日已经正式开始。消保处规定押金袂当提超过2个月，另外厝主袂当歪互租厝的人签户籍，嘛袂当歪互人报税。为这个月起，算电钱嘛袂当超过台电热天用电量上悬的标准。假使若是违规，厝主上盖当爱罚30万块。 这是我租屋的地方，大概17坪左右。6月大学生毕业，嘛是上侪拄出社会的人要洗厝的时间。那厝的情形合约嘛要看清楚。6月初一主体转租新制度，未来厝头家收电钱袂当黑白收。通常房东他们都会电费的部分会多收一点钱，所以我也很知道说这个房东他是有多收的，因为我想说大部分外面的房东也都会多收一点钱，所以我想说就是应该是个常态。这个月开始，电钱袂当收超过台电热天用电量上悬级数的标准，也就是1度6.4块。另外，押金上济嘛，敢若会当收2个月。还有厝头家袂当禁止厝骹迁户籍，这对有囡仔的家庭来讲，会当解决囡仔学区的问题。啊，若是厝的修理，原则上嘛是厝头家负责。毋过，若是厝骹挑故意破坏，安尼厝骹就要家己负担。假使讲双方要提早解约，就要提前1个月通知，若无会当要求赔偿1个月厝税。啊，还有一点就是，厝头家袂当限制厝骹报税。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原来是可以，就是把租屋的这个租金算进报税里面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算进去的话，应该可以帮我省蛮多钱的。在养房成本增加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他会把这个出租的养房的成本转嫁到房租身上。新制度实行，互税厝的人更较有保障。厝头家若是违反规定，若契约的条款会变无效，上济阁有可能会罚款30万。毋过，就惊厝头家感觉成本增加，就起厝税，尾啊也是扣着厝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